客人本身做健身教練，經常要對住唔同嘅人展現笑容。客人嚟到我哋 Glow Smile 幫佢做牙貼面，佢覺得自己本身啲牙黃同埋唔夠齊整，細睇落去仲會見到有少少污漬。經過同我哋 Glow Smile 美齒顧問溝通過後，知道我哋有趕人陪同跟進整個牙貼面流程之後，就揀咗我哋做全瓷牙貼面。第一日會做牙齒全面檢查同埋備牙，為後續取模安裝做好準備。訂做好牙貼面之後，就會先安排試戴，確保效果滿意。可以睇返安裝牙貼面之後，牙齒整齊好多，客人都覺得牙齒比之前明顯冇咁哨，牙齒表面嘅污漬都睇唔到，同埋整體牙色提亮好多。客人做完之後都覺得自己自信多咗，笑容都靚咗。做埋微笑線設計，笑起嚟牙齒嘅排列同唇邊嘅線條睇落流暢又自然。Glow Smile 嘅牙齒美學微笑線分析報告，幫你深入了解自己嘅牙齒比例、微笑曲線同整體牙齒狀況。我哋會用黃金比例分析，精準測量牙齒比例，打造符合美學標準嘅完美微笑。仲會根據你嘅面型、膚色、五官比例同口腔狀況，即場用電腦模擬牙貼面效果，幫你設計最啱你嘅方案。無論係牙齒矯正、美白定係重建缺失牙齒，我哋都有多種方案，等你輕鬆擁有亮麗笑容。而家過程費用全免，名額有限，額滿即止。有興趣就快啲點擊以下連結啦！